新科永和区这个永福里的里长陈子如呢，形象清新，然后真侪支持者，才会马上去主动成立这奥运会，甲你开钱做1000份的精美的这个月历。今日呢，伫服务处发放，有真侪人伫排练。有人讲，今日一天暗时10点，就为台中赛车上捌伫遐等规暝，就抢着头香。这个陈子如搁伫呢现场唱歌，已经做里长1礼拜啊。伊讲，当然毋是干那翕相尔，毛替里民处理老雅水问题。 应该是只有这句吧。里面的初恋永和里上水的里长陈子如出6日啦，限量1000份，敢若送无卖哦。今日透早子如亲身送予你，真200个可以当签名翕相。 为了看到3心人卖将拢客伫咧服务处对面的永和国中，大家排队排到看袂到尾，就算天落雨，抢到头香的民众是为前一暝都守伫咧家里等。晚上10点左右到这边，我台中，你从台中上来的，对，本来想说可以前200名就好了。6点半左右，隔壁里而已。对，所以就走过来就发现，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人。我是有早起一点点啊。2点57分我就到现场了。哦，有一点冷，我有带一块那个面包来吃，还有喝热开水。含月人嫌我拢撒着去，拢是为着这份6日内底12个月有知性果水订到青春活力，无共面貌迄个所在拢是以永和里做背景，加上2张封面相片，互民众看甲心花开。还蛮喜欢封面那一张的，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是有一个很喜欢我的粉丝朋友，然后他有成立一个后援会，那他提供这样的资源。新的1年有一个新的纪念品，很开心，很期待跟大家见面。人气旺，大家嘛拢足该注意的。 做里长1礼拜时间，陈子如内面采矿清水沟的相片，选民服务拢有认真伫咧做。我前阵子有遇到那个瓦斯外泄的问题，对，那也圆满的解决了，这样一定会尽量的把这9项证件，然后一个一个实现，这样。初6日陪伴里民来度过新的一年，同时嘛要让大家看到做事认真的伊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